的时阵，大浸满88号出海掠这野生的土兔鱼，掠到将近1000尾，今年好过年了。会知影鱼市场内底人山人海，买鱼的民众买甲笑嗨嗨，涂骹蹲真侪土兔鱼。虽然档的头家无用试纸摕纸笔记录，不过看到真侪人来欢喜甲笑出来。咱遮大部分的土兔鱼拢是捡鱼好起来。真正去考虑伫咧中国的大浸满88号和朋友的船啊，早日出海掠野生土兔鱼，煞大船入港大丰收。不到1000尾，是怎解较济？因为伊大浸满昨昏3只船掠700多尾，2个月来这抓掠上侪尾啊。配合野生土兔鱼产贵会入冬到过年时夜，互民众通买来做年菜加一批。咱这边配合海蟹丰收的土兔鱼，较细尾的一尾差不多800，中班的土兔鱼爱超过1000，大尾的无情国无地尾，因为真正的产量收少，多算这边大丰收，嘛是同款卖无够人买。今年这已经是这3年来上贵的一年。买的人多啊少啊？买的人今年这大尾因为伤贵啊大家都转向买这较细尾啦。土兔鱼肉质有力，内油顶青，滋味有意思。新鲜的土兔鱼料理方式百款，或者是啉一喙海味杂少的紫菜土兔鱼汤，拢是真侪人的选择。只是今年民众想要食到好食的土兔鱼，就爱甘开钱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